牙菌斑之后，然后才慢慢结石。牙菌斑哦，那么黑啊。你是照相还是什么？摄影。没有按啊。你没有按这个。13。你不是，你的是这样啊。打针一下就麻醉了，没有意识了，那么快。对啊，麻醉这么快吧？那么快。前面那个镇定仓会，就是是。这样要多久？你说手术时间啊？对啊。洗牙大概半个小时而已。它在苏醒会比较慢。苏醒比较慢。所以他也不用到什么恢复室。我没有恢复室。最近有一个那个毒蛇蚊灾，像国外都有那个。还有呼吸的。狗的那个肿瘤医院。越先进的国家越有。台湾没有哈，慢慢会有哈。但相对到这样的时候，医疗费用就很高了。你说什么？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，医疗费用就很高了。医疗费用很高了。8000、1万的。那也没办法，因为要救一个生命了哈。因为医疗成本升高，所有的东西都会提高。我看他们就是一间一间这样。对，甚至还有隔离室。他就是隔离室，就这样那个毒蛇蚊灾这样，哇，我说这么好。像美国、香港都是这样子啊。台湾没有哈。台湾可能5、6年之后就会变这样子。像这个就是牙菌斑了，你要刷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牙菌斑刷掉了。它里面刷掉的话，它就卡就因为牙菌斑是细菌斑，它就会变成结石，就卡在上，你就不好刷了。这个时候每天都要刷牙，就是因为不要让它形成牙菌斑，它就不会形成牙结石。是。那就去了。谢谢。